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哈巴谷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约翰福音第8章39节到4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认贼作父。今年年底的选举特别的热切，虽然根据调查选民的热衷度不是很高，但是呢，选举的话题却是热烈不断。从所谓的论文门到违法进修，进而又自己暴露出违法兼职的可能，甚至最新的说法还有内线交易的问题产生以外，更有所谓的血统问题，到底要信什么？这个事情众说纷纭。其实要解决这些疑问，都有非常简单的方式。但是不知道是否是因为选举的关系，每次看到要召开记者会，看似要说明详情，可是却又越听问题越多，答案呢没有，却是精彩不断。每次都有以前小时候看布袋戏的那种预知详情请看下回那种戏剧效果的产生。像类似这一种自爆型的离开正道，不是只有这次的选举，这也是圣经当中以色列人的行为。他们时常祷告说，上主啊，求你不要向我对我们掩面了。或是他们会祷告说，上帝啊，你要静默到什么时候啊？这一些祷告都承认了自己已经远离了上帝的真道，因为上帝是不离弃人的，而且上帝是随时随刻都在的。就基督徒而言，的确是要认清去思考，我们到底要归属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宣认耶稣是基督，就必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那一些贵为选民的以色列人们，他们在生活当中却不是如此。他们的生活行为见证他们是属偶像，是属鬼神，他们都做了撒旦魔鬼的儿女了。我们要靠谁？我们要成为谁的家人？谁的儿女？先知哈巴谷这样说，财富是不可靠的，贪心的人狂傲不得安宁，像死亡一样，永远不会满足。他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原因就在这里。被征服的人民要咒骂他们说，你们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借着追讨债务发横财，还有多久呢？在你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你这征服别人的要成为负债的，要被人强迫偿还高利，仇敌要来扰乱你们，他们要劫夺你。你曾经抢劫许多国家，现在那些劫后余生的人要抢劫你，因为你杀人，
你侵犯了世上的人和他们的城市，你遭殃了。你以抢劫使自己的家致富，你在高处筑巢，想逃避灾难，但是你的诡计使你的家蒙羞。你毁灭了许多国家，自己却招来毁灭，连墙上的石头也呼喊攻击你，栋梁也一同响应。先知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以色列人如何的背离上帝的真道。他说，财富是不可靠的，贪心的人狂傲，不得安宁，像死亡一样，永远不会满足。他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的贪心，他们侵略其他的邻国，他们的作为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儿女所应该做的事。这样的作为从撒旦的 DNA 而来，并非奠基于上帝的爱。我们有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跟我们家的老二同名。每一次当我在叫 Andy 的时候，这位朋友总是会以抱怨的眼光看着我。并不是因为名字相同就会变成某人的儿子，并不会因为改姓就变成某人的后代。DNA 或是成为某位名目，或是哪位出名的长老的后代，就一定是有见证的基督徒，就一定是上帝的儿女，就一定能够领受上帝的救恩。这样的血缘也并不能代表在信仰上就一定是上帝的儿女。其实最重要的是，基督徒要如何的活出有基督的生命，这样子才能够有真正的表达出我们的信仰。知道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以为信主受洗之后就必须要改名，他们说这样才合乎圣经当中受呼召的人。但是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说改名就是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这样说，他们回答，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如果你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一定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我只不过告诉你们我从上帝那里听到的真理，你们却想杀我。亚伯拉罕并没有做过这种事，你们做的是你们父亲所做的事。约翰又转达了耶稣基督的话说，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上帝真的是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会爱我，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已经在这里了。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他差遣我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原是魔鬼的儿女，只想听从你们父亲的欲念行事。从起初他就是谋杀者，从不站在真理这一边，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理。他撒谎是出于本性，
因为它本是撒谎的，也是一切虚妄的根源。正因为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我。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讲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凡是上帝的儿女，必然听上帝的话。你们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们不听。就生命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所活出的生命，并不是上帝的生命，也不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生命。他们在生命上面甘愿认贼作父，跟随撒旦魔鬼的本性，以撒谎、私欲、谋杀为主。这不是圣经当中所提示上帝本性的特质。只有活出上帝的爱，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诗篇119篇第137节到144节。上主啊，你公义，你的法律公正，你所颁赐的戒律完全公道，完全正直。我的愤怒像烈火焚烧，因为我的仇敌藐视你的命令。你的应许多么纯真，我多么爱慕。我渺小，被人轻视，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教诲。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法律是真理。我遭遇患难困苦，但你的诫命带给我喜乐。你的教训永远公正，求你使我明白，使我存活。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是蒙召的基督徒，知道我们是因为相信而成了上帝的儿女，帮助我们远离撒旦的诱惑，进入上帝的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